三星 Galaxy S26 發布，引入 Perplexity 強化 AI 支援 eSIM。Ultra 首發硬件級防窺屏。三星正式發布年度旗艦 Galaxy S26 系列，以最簡單易用嘅 AI 手機為定位，軟硬件都有升級，引入 Perplexity AI 成為手機助理。Ultra 版更加加入咗硬件級防窺技術。Perplexity 支援跨程式應用，既然名為 AI phone，自然要有更強嘅 AI 工具。三星同 Perplexity 合作 ，S26 系列首發引入 Perplexity AI。新機喺 One UI 8.5 系統入面整合咗 Agentic AI 功能，用戶只需要透過語音指令 Hey Plex 就可以喚醒由 Perplexity 提供技術支援嘅 AI 助理。由於 Gemini 目前未能喺香港直接使用，所以加入呢項服務對於香港嘅用家嚟講，無疑相當實用。呢一個 Agentic AI 功能並唔係單獨一個 App， 而係可以跨程式應用，並且全面支援廣東話。不過佢輸出嘅發音就唔太標準。用家可以用語音或者係文字去查詢同埋執行跨程式指令。AI 融入各個應用程式，系統更加新增咗 Now Nudge 功能，能夠因應日常嘅生活情景提供及時建議。例如喺信息對話入面提及旅行嘅時候，會自動建議分享相簿入面嘅相片；提及約會就會出現行事曆嘅選項，無需手動搜索或者係切換應用程式。據三星嘅人員表示，呢個功能除咗預載嘅信息 App， 亦都支援第三方嘅程式，即係 WhatsApp 都可以用得到。而喺圖像創作方面，升級版嘅相片助手 Photo Assist 支援透過語音描述去修改細節，或者係直接導入參考圖生成新圖像。例如好似宣傳影片入面咁，將食過嘅蛋糕還原翻，將另一件衫套入人物嘅身上面試着。另外配合直接見於相簿之中嘅私密相簿功能，可以俾用家輕鬆咁隱藏特定嘅相片同埋影片。喺效能方面，全系列都用咗 S8E Gen 5 for Galaxy 處理器，相較上一代，佢嘅 CPU、GPU 同埋 NPU 效能都分別提升咗19%、24%同埋39%。配合重新設計嘅多通道 Vapor Chamber， 令到散熱效果進一步提升咗21%。除咗支援實體嘅 SIM 雙卡，亦都支援 eSIM 卡，而且係2張 Nano SIM 加 eSIM。對於成日旅遊買 eSIM 嘅用戶嚟講，係個喜訊。喺外觀嘅選擇上面，3款型號都提供星霧紫、星晴藍、星耀黑同埋星雙白4款常規嘅顏色，仲有網上商店限定嘅星貴金同埋星月銀。作為系列頂級旗艦 Galaxy S26 Ultra， 機身厚度只係得 7.9mm， 重212 gram， 係 Ultra 版本之中歷來最薄嘅一款。佢配備 6.9 寸 Quad HD Plus 解像度嘅闊螢幕 Dynamic AMOLED EX 顯示屏，支援 120Hz 更新率。呢款螢幕採用咗 Corning Gorilla Armor 2玻璃，並且全球首創來自硬件級別嘅 Privacy Display 防窺顯示技術。當開啟 Privacy Mode 嘅時候，螢幕會運用較窄嘅像素縮窄視線角度，令到旁邊嘅人冇辦法睇清楚顯示嘅內容，而用家從正面觀察到嘅就絕對清楚。系統更加能夠因應收到通知或者係打開特定嘅應用程式，自動啟動呢一個安全保護。比起防偷窺 Mon 貼，新技術可以適時關閉，唔會影響螢幕嘅亮度。必要嘅時候同朋友分享螢幕畫面，亦都更加方便。S26 Ultra 機背搭載2億像素 1.4 廣角主鏡頭、5000萬像素 1.9 超廣角鏡頭，同埋分別支援5倍同埋3倍光學變焦嘅5000萬像素 2.9 同1000萬像素 2.4 雙遠攝鏡頭。由於光圈加大，提升進光量，令到夜拍效果更佳。另外，透過全新嘅 Pro Scaler 技術，新機能夠喺縮放影像嘅時候改善細節，並且優化紋理。除此之外，新機加入咗具備水平鎖定選項嘅 Super Steady 動態攝影，即使手機搖晃甚至乎垂直，仍然可以保持畫面水平穩定。同時支援 APV 專業影片標準同埋編碼器。電池方面 ，S26 Ultra 來自5000mAh電池，最高提供16GB RAM 配 1T ROM 嘅儲存配置，快充就升級至60W， 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充滿75% 嘅電量。至於 Galaxy S26 Plus 同埋 Galaxy S26，兩者分別配備咗 6.7 寸 Quad HD Plus 同 6.3 寸 FHD Plus 嘅 120Hz 闊螢幕 Dynamic AMOLED EX 顯示屏。拍攝配置上面，兩款機型嘅機背都採用咗3鏡頭組合，包括 50MP 1.8 廣角鏡頭、12MP 2.2超廣角鏡頭，同埋支援 3X 光學變焦嘅 10MP 2.4遠攝鏡頭。
同樣具有升級版黑夜亮攝功能同埋超穩定嘅動態攝影技術。機身規格方面 ，Galaxy S26 Plus 內置4900mAh電池，同埋支援45W快充。機身厚度係7.3mm，重190g。而最輕便嘅 Galaxy S26就重167g，厚度7.2mm，配備4300mAh電池，並且支援25W快充。儲存配置上面，呢兩款機型都提供咗12GB RAM，搭配256GB 同埋512GB ROM 嘅選擇。